보면 답답을 끼치면서 소재되는 것이 이런 세계에 와서 원상의 진화가 알아서 되었습니다. 그래서
然后啥不什么你明天这个，他说的一有掉的，我们估计他盯着你，他这个要么是他早就他早就是盯着去，早就。我经常的今天是不应该上谁去装饰。我们不是今天是啥个时候？今天是网络大的啥时候？哪里是装？几点钟？哪里是两个已经用啥个时候的？我们不是今天是个今天是点啥个时候？今天是下午的事。因为其实网络谁去你这个家里这些东西在干啥？那你有时候那你第一次学会有时候啥个时候你这个下午的事？啥个时候你今天是啥的？啥个他们你经历，你今天到了啥个时候你干不是？你啥个时候你今天到了几点？呀，基本上你个光嘛，你把它可能光一些的，别的地方都你经常没去的，我都已经今天早上干啥去了？